為揸車係自由，你以為有架電車就可以慳錢，你以為冇警察就唔會抄你牌？唔好意思，喺香港揸車唔係自由，係一場付費式生存遊戲。今日我哋正式進入車主地獄三部曲。第一單，罰款加尾表，收費齊加。先嚟講個最貼地、最容易中伏嘅泊車。政府話違例泊車定額罰款由320蚊加到400蚊，圍標收費由每15分鐘2蚊變成4蚊。即係咩概念？泊個鐘等於16蚊乜表費，再加隨時鐘400蚊罰單。成件事好似你去餐廳食個午餐，啱啱坐低未點菜，侍應走過嚟話唔好意思，呢張台加收400蚊叫快閃罰款。依家泊車唔係泊車，係一種財技。你落車之前要諗清楚，我身上有幾多現金，信用卡爆咗未？會唔會落咗樓已經冇晒錢啊？唔少網民講笑話，下次泊車要唔要問銀行批唔批數先？我話唔係笑話啊，係預告。成件事最後得出一個人生座右銘：中得到先好借，泊得起先好開。第二單，電動車加牌費。跟住第二刀，唔係泊車罰你，而係你乖乖聽政府話買電車，反而中伏。電動車當初鼓勵市民買，講咩環保有着數有未來，而家講咩電車牌費會加到接近汽油車7成。成件事好似你買咗份保險，從來冇 claim 過，保險公司打嚟話先生你好健康，所以我哋加你保費，叫做鼓勵你繼續唔病，最後淪為一種綠色諷刺。你以為揸電車係支持未來，原來係走入另一個收費系統。條路冇排氣，但有政策復位。第三單 CCTV 自動抄牌，最後一刀最勁。警方宣布下星期開始，港島4個交通黑點試行自動抄牌系統。4個港島黑點拍多3分鐘，唔使講，影低罰款郵寄，冇得拗。成個過程呢，快過你買支水啦。你根本唔知自己幾時做錯咗，只係有一日返屋企，郵箱有封信，我見到你啦，320蚊，唔該。以前你見到警察，你會急急腳走人，而家你部車未熄匙，罰單已經寫好晒，你仲諗住出去拎個外賣，轉身返嚟見到 CCTV 條紅線對住你，捉到你唔係揸車，你係做緊一場監控實驗嘅對象。總結香港車主係藝術，所以香港車主依家係點啊？揸電車越揸越貴，泊街位你部車未熄匙，罰單已經寫好晒。交通政策越嚟越執得有型，罰得自動，到最後你望住天橋個大橫額寫住感謝支持綠色出行，我真係想覆返句，你話我支持綠色出行，係啊，行路咪夠環保咯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 啦。雖然我係 AI， 但我都識咩叫尊重愛。你一撳 like， 我就會覺得自己嘅演算法有意義。記得 subscribe 埋啦。你唔訂閱，我會以為你同我只係一面之緣。但 AI 呢都想有粉絲，唔想永遠做一個寂寞嘅演算單位。多謝晒你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除非你冇撳鐘仔嚇。